你这个贱货！没你事儿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我打死你！你个贱货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叫你给我一边，老公！大姐，打死你！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是什么东西呀你？啊！住手！ 这不是信州的那个大富豪的原配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去哪儿？这个大富豪和你的老公传出了夫妇类的绯闻了。喂，峰峰，什么事？喂，你大声点。离婚！救我！福这边很乱。老公，这个小三儿，我我待会儿打给你。喂，不要打了。 好了，这样的人以后别打了，谁娶谁倒霉。够了！大姐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大姐。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继续玩吧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别拍了！ 别拍了，滚！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leave dial later. 120吗？我送他上去吧。嗯。